歌曲名《云点歌》，掌声鼓励，共同欣赏，谢谢。
对秦斌小姐你好。哇，这个歌曲是属于比较流行歌台语的曲风。对。今天呢把它呈现出来，我感觉恁这都弄唱一种较新潮的歌哦。对啊。对不对？因为爸爸妈妈很赶新潮，所以连带的我们也很赶新潮。爸爸妈妈带过来对呀。一起来嘛，对不对？一起来唱歌。不怪恁挑选的歌真的是比较新潮不一样。像这个命运点歌萧煌奇的歌，这个也是比赛歌曲。对呀，嘿呀，这个唱完这个命运点歌，我就准备给你点歌。下次再来。你们讲讲，那要收钱的。嘿呀，收钱的再便宜一点可以吗？嘿呀，如果要收钱，要便宜一点，对对。嘿呀，不错不错，要常来好不好？华丽的名著便宜一点。哎呀，谢谢，感谢掌声鼓励，谢谢谢谢，稍作休息。来跟那个请一位，哇，也是一样。